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5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闪头时代头先就来报人在。经过108天了后，国内在今仔日出现零确诊，不过高端疫苗开始做了后，到今有4个人死亡。民众伫咧网络顶头买越南月饼内面的肉，却验出非洲猪济，目前地方政府也当咧追查这来路不明的肉品来源。前 NCC 专为爬山引起玉山新民大火，经过调查，竟然讲警察林务局要甲因讨2亿2000万的赔偿。自从5月开始，这疫情爆发到今，经过108天啊，总算咱国内无出现病例咯。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零确诊大家是真欢喜，不过爱完全无病例，恐惊大家是爱继续打拼，也强调讲继续坚持，总有一天会当达成目标。继108天，国内新冠疫情搁再传出好消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25本土零确诊，不过也新增加一个境外移入，加一个死亡的个案。有一个零，当然我想大家都是高兴的了哈。不过这并没有办法代表说已经清零哈，这还是有一段距离。那这2个礼拜是我们的观察期。随上为着严防Delta病毒入侵，指挥中心对着边境拢加强了管制，同时对192名境外移入阳性个案进行基因定序，有87%是Delta变种的病毒，139名72%是无症状加症状前的个案，34人捌注射过疫苗，凸显Delta病毒惊人的传播，也有伊突破性感染的能力。Delta 在国外非常的盛行哈，那台湾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在社区，那总共发病的有17例，那经过这个时间，应该把这个社区的一个传染应该把它控制住了。那其他社区有没有？当然不敢说完全没有可能，但可能性很低。参考国外的一个经验，一旦 Delta 它入侵，它的传播的力量是非常的大，那很快都变成主流株。就群聚的案例，我们都有做这个基因的定序，那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另外，国外有专家来提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加强的病毒变做 COVID-22。不过，专家小组调集人张上顺认为，病毒本来就继续来突变，造成传播的改变。S 蛋白并没有什么融合不融合的问题啦，那只是它就是会持续的突变嘛。那突变出某几个重要的部位的突变，当然有可能会发生它的这个致病力的改变或者传播力的改变，那当然就会有可能有新的所谓的这样的突破性的一个突变。在国内本土零确诊的同时，外界也关心国内也有边境的管制是不是有机会搁再放松开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2礼拜会甲国内疫情掌握好、掌握调。对着边境的管制，徛伫人道的角度，会以个案也有专案来办理。另外，跨国判路顶已经由外管以事实认定来台湾的必要性，入境也一定要严守防疫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国产的高端疫苗对23开始注射，不过到今所有4个人注射了后出来死亡的案例。桃园今仔日有一位有糖尿病史的44岁查甫人，也是注高端疫苗了后出来死亡。家人今仔日也有一个40多岁小姐，昨早起注高端疫苗，下晡就送到病院急诊，出现主动脉剥离现象。另外，指挥中心也讲到，已经注过高端疫苗头一档的民众，9月27会当开始注第2档。高端疫苗23开始自桃园产业的作家了后，自5早起，佫传出食品工厂一名44岁查甫人伫工作时雄昏迷倒地，虽然送医抢救依然不治。23接种高端疫苗，警方要报请检察官上验调查死因。也就昨天也在家里做休息，所以他今天人是第1天的回来工厂上班。那他有糖尿病史，有体重约120到130公斤啊。那现场也做这个电击4次。指挥中心表示，桃园这查甫人快筛甲 PCR 拢是阴性，死因会搁调查。目前注高端疫苗了后，不良事件通报死亡已经有4例。除了桃园这2例，也有新北市39岁有食毒品的查甫人。另外一名家人40多岁女性，自4早起注高端疫苗了后，下晡出现骹手麻痹，先看查到台大急诊，在诊疗过程中雄倒落去，发现有主动脉剥离的现象。而且剥离范围非常的大，一直延伸到心脏的主动脉跟心脏相接的地方，
后续还是会再加上司法相应的一些结果来做最后的判定。中法官2号开始连续4天开始做高端疫苗宣传出有资料后死亡案例，不过无影响做意愿。花莲乡卫生所在去做12人是效率100%，有药人弄来。不会影响，不要去担心，不要多想就好了。对台湾的疫苗有信心。指挥中心也宣布，8月23到29做第1期高端疫苗民众，按算在9月27做第2期。若出国较赶紧的人，伫做第1期满18天了后，就要做，应提供证明，请地方政府卫生局指定合约医疗院所看情形，应先做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有风声讲 BNT 疫苗上紧伫8月底就到台湾，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是无法度掌握进度的。不过，这个疫苗顶头也是会写复必泰字样，但是防疫的代志更大声，也是会来进口。另外 ，BNT 已经摕到美国药证啊，进前想要进口 BNT 的台湾东洋公司，敢会继续来争取呢？台湾东洋的董事长林全也讲，毋是无可能，就要看有代理权的上海复星敢有意愿。目前这礼拜开始做高端疫苗，各界嘛关心 BNT 疫苗什么时阵会当来台湾咧？团组鸿海甲永年基金会台积电以及资助所各位捐赠的1500万剂，伫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前往欧洲争取头一批疫苗，上紧8月底来台湾，数量可能是150万剂、200万剂中间。对于疫苗进一步的内容，尊重指挥中心的说明。郭台铭先生也表示，如何让疫苗更快、更多、安全的运抵台湾，是全民所愿。在多方对于大众有益的考量下，这次并没有受到太多政治力的干扰。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也讲，无法度掌握头一批 BNT 疫苗到台湾的时间。另外，陈时中证实这批疫苗标头会有复必泰字样。在标签里面，它大概有相关的一些中文的字跟复必泰的字样。那不过我们经过审慎的考虑，在这段时间，是防疫是我们唯一的考量，所以进来之后还是要经过食药署的检验封签，那确实有达到我们的要求，那才会开放来使用。因为辉瑞 BNT 疫苗已经有得到美国的药证，代理商会当引进台湾。目前国内也已经有保瑞药业表达有意代理，各界也关心过去要争取引进 BNT 的台湾东洋公司是不是原来有意愿的？也不是不可能，最主要问题是要看现在拥有代理权人是不是有意愿嘛？如果没有意愿，这个根本就没什么好谈。就算有意愿呢，那要看我们自己觉得这个合作是不是基于一种双方互惠、长期互惠。林全表示，目前代理权是伫中国上海复星医药手头，台湾的药商想要引进，都要甲复星来协谈，这是必然的商业程序。复星原来有可能有家己的规划，商业谈判爱有各方面的考量。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自从5月发生疫情以来，今仔日总算是人较进路。台北市表示讲会开放公园的运动设施，动物园内面的场馆、室内场馆也来放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讲，一天无病例，无代表未来拢无病例，防疫的部分也是要继续来做。5月疫情爆发以来，将近4个月，全国头一届无病例。台北连续第3天无病例。台北市长郭文哲坦白讲，台湾是真会当应变的国家，不过爱连续28天无病例才无问题。台湾是一个很能够应变的国家。虽然即使遇到问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回过神来，目前台湾是看起来还好，可是国外还是很严重。那除非你疫苗覆盖率够。要不然你只要一个破口被涂穿，还是会感染很多啊。疫情等候台北市游乐设施暂时也是无开放，不过放宽体检设施，专程爱挂喙安，设施逐天爱消毒2届，有确诊者卡热暂停开放3天。市立图书馆2月开放，9月初开始开放智慧图书馆，一览室、电脑区敢会当较早的一半人使用，入馆维持减少40%。动物园2月开始搁放宽限制，维持预约制，逐天上济6000人。另外，嘛有规划户外餐饮区采用梅花座，搁使用隔板，嘛加开大禽鸟馆、无尾熊馆、徛鹅馆、昆虫馆的室内展馆。新北市2、5原来是无病例，新北市长侯友宜表达感谢，也鼓励市民出来体检，来找出稳定的传播链。一天的0并不代表未来都是0，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防疫做好，尤其面对第2塔来势汹汹。我们一定要做好先期的准备。
特别开下，新北市针对外国生来台湾，除了原来7加14个管制以外，入学后进前免费提供一届 PCR， 搁最好校园的防疫。台北市也宣布放零运动项目，9月7日开学即天开放篮球、手球、排球。台北市社区大学乐龄中心乐龄学童为9月7日开始开放，采用分层分流。若是无到挂喙暗下实体课，爱改变还是变动课程内容。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渐渐稳定了后，大家上界关心的就是政府的5倍券当时要发落。央行总裁杨金龙今日表示，纸本的部分会有1500加200块这3种的组合。以后讲到讲，若准全部印100块的，这数量会变做真侪张。那讲到这个5倍券，敢会当造钱呢？目前是当咧讨论。讲到这个各县市的部分，亲像金门，因要另外发5000块的纾困金，伫嘉义市要发2000块。进行5倍券110月初上路，行政院可望伫26行政院会后对外说明。不过，伫这进前，央行总裁杨金龙25伫立法院财委会考察央行的时阵讲，5倍券上细张的是200块，佮讲若做印100块的物件会真侪张，这甲民众的期待敢若无共。200块比较不好找，因为我们都小额的，一半现金，一半券，50、20、100嘛。根据了解，价值5000块的5倍券纸本券一套，拢总10张，包括1000块3张、500块2张、200块5张。相关的细节，像讲电商白名单，也个是毋是会当找钱，拢也有待讨论。也因为5倍券顶有是现金，会比较3倍券由消防员协助包装。经济部派员伫边仔监督，当时经济部是讲前往加价的同仁拢有经过意愿调查，尊重个人的意愿。到目前为止还是零确诊，我们希望他做好防护的措施。包括已经打过疫苗或是做 PCR， 或是做快筛，那这是我们希望要严格的要求，以免造成一个破口。行政院即个规划5倍券，像伫中央公布进前，部分县市首长决定加度普发现金，嘉义市要发予市民现金，每人2000块。每一人普发现金2000元，所需的经费大约是5亿多，我们会在9月中的临时会提出追加预算案，每一位乡亲普发5000元的纾困金。那在振兴阶段，我们每一位乡亲直接发放3000元的振兴券。金门要伫8月底先将第一波纾困金直接汇入3.3万个符合资格的民众账户，其中的民众会当伫9月用纸本、邮件还是线顶3种方式申请。目前宣布加度普发的县市中，金门上济5000，嘉义2000，澎湖县是每人发1000块的振兴消费礼金。希望疫情过了后，通烧落地方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有非洲猪仔猪肉肉片已经走入到咱的台湾内面啦，地方政府也开始进行搜查。昨伫台南的麻豆调查到粿饼内面的猪肉是带有非洲猪仔病毒的。当事人表示讲，这粿饼是对网络顶头买来的，目前检调也正在追查。另外，农委会所检验的肉片当中，19件内面有4件检出非洲猪仔，目前就要防止这病毒传入去市场，户外喷桶拢要收起来。接到线报来到麻豆这个民家，苏家路除了酱料包，还有3个月饼。台南警方加动保处卫生局的人员唔敢大意，赶紧送验，结果验出月饼的非洲猪瘟病毒是阳性。当事人讲是用网络向代购公司购买。他的说辞是他的夫人想要吃越南的月饼，所以就去网站上订购，居然就可以长驱直入。我再讲一遍，长驱直入寄到台湾来。然后他们再由那个台湾的发货中心寄给他们，这是非常危险。内底有非洲猪瘟的越南月饼直接入来到台湾，和台南市长黄伟铁非常的生气，讲真可恶，要继续追查规个流向。检方是讲初步调查无流入市面上，不过对着越南非洲猪瘟制品冲破边境防线流入台湾市面，恐惊有扩大可能。农委会证实，第一波警政署查緝国内越南商店1300多间，有得到19件肉制品送验，确认有4件阳性案例，其中也有青猪肉。有4件的肉制品是阳性的非洲猪瘟，而且还有2件是生肉品。那这个是在我们主要的养猪的产区，包括在彰化、在台南、在高雄。
25全国县市，包括着桃园、台中、云林、甲高雄这些所在，拢在一处大规模稽查科技产品。在本辖小港区一处越南杂货店，发现贩卖简体中文标示包装的猪肉月饼，及在冰箱展售无标示产地来源之荷叶猪肉卷。除了持续追查以外，农委会也宣布要严格管控喷的流向，即马开始放伫户外喷桶，拢爱提走，并拍算提供检举的奖金，互民众检举非法用喷饲猪的人。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的红线，今早起7点过时阵，对桥头糖厂站到南公站这之间的转铁器出现信号异常，地势旅客爱到青埔站搬车，大约影响到2000多人。高雄捷运伫下晡4点的时阵也恢复通车，车帮是当较快，速度会放慢，会继续来观察。高雄捷运列车坐到红线青埔站，工作人员赶紧甲旅客讲爱搬车，不过也是真侪人感觉真混乱。很乱啊！我早上要去的时候，就大家在那边等很久啊，就10几分钟，就比平常久，就觉得怪怪的。车讲歹，讲搭换车。哦，安尼哦。你爱搬去搬了，该感觉做忝。袂啦，惯起就好。早起7点外，捷运桥头火车站到南公站中间有2个转铁器发出无正常的信号，为着查收，高捷车旅客伫青埔站来搬车，到站了后换车厢才法度继续对2边去，只是无正常原因已经找9点外钟拢找不出来。R23桥头火车站到我们R24南冈山站之间的横渡线，现场的设备是没有看出异常的状况，所以我们是在往讯号异常的这方面在做查修。高捷解说查收原因也配合列车经过，需要较长的时间。不过列车行车安全无问题，只是转盘的期间，抢救旅客上长爱等25分钟，超过大约2000多人受到影响。为了避免暗时尖峰时刻造成塞车情形，下晡4点开始恢复原有路线开车。不过原来4分钟到6分钟一班车，这阵改做6分钟到10分钟一班车。若是经过信号无正常的路段，会减速来通过；而无正常原因，会继续来查明。记者综合报道。汉光37号演习因为疫情关系，延后到9月13开始。为着要确保演习顺利，国军今仔日早起也伫升伫咧屏东的空军机场模拟战备道地形，安排各种战机做起降的练习。就算对咱台湾面对着中国威胁，就专家表示讲，就算国际社会对咱台湾的情势有较有利，不过咱也是爱展现防卫决心，别国才会当提升甲咱帮助意愿。空军 C-130空运输机慢慢来到跑道，准备要来起飞。今年汉光37号演习实兵的操演，因为疫情延到9月中。为了确保演习的顺利，国军2号在屏东空军机场模拟战备道地形，安排 F-16 C-130空甲海军反舰机来实施起降武演。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国防部统计，中共军机今年进入咱国的空域有134天，有393架次。为了应变中共军机一直侵扰西南空域，今年汉光演习的重点之一就是国军继10年了后，搁再重新启动第一线屏东加东的战备跑道，做战机的起降操演。分散机场的压力，和防守有更加多备用的起降场所。今年汉光实兵操演全程是依照敌情的威胁来设计各种想定的状况，循序渐进演练。但是考量疫情的缘故，有关演练的科目以及参演的兵力，我们都会做适切的调整。因应这个演习，公路总局正伫观察，加当战备跑道减轻真侪高强度的坡面。另外，军事专家也分析，这摆演习会放弃传统固守的状态，会有更多的这种机动打击的单位加入，也就是摆脱传统纯粹静态的这种固守的状况。那这是结合到国军整个作战区的调整。这一点非常重要。苏志文认为，中共军机一直侵扰台湾，台湾免受到中国威胁影响。不过爱注意，无论国际局势对台湾外优先，咱国依然爱展现防卫的决心甲意志，才有法度强化民国的信赖，也提高民国协防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
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今年5月玉山发生森林大火，造成火灾的就是前 NCC 的专委乔建中，讲是无细力甲加速路引导才会发生火灾的。不过经过调查，才发现讲伊完完全全拢是讲白贼话。事实上是伫咧山里用茶机起火煮物件，而且这火无拍花，才会造成连续12天的森林火灾。林务局也要求讲，这5个人就要赔偿2亿2,000万。森林出现阵阵白烟。5月中 ，NCC 专门委员乔建中带4个好朋友爬玉山，伫北通关道观影地发生森林火灾。当时乔建中是讲煮早顿的时阵无细日加速路变去，毋过检方上山现场勘查比对影像资料，认定乔建中是要暗藏事实。发现县长的朋友要去进前，伫手机啊困里问讲，若临时要烘螺肉，雅士无甲要安怎？乔建中回应，烘螺肉当然袂用雅士，伊确实考虑是毋是要炸机啊。到5月15尾暗仔，县长的朋友就寄刺白来起火，暗顿结束了后，无彻底甲火拍花，阁继续翕烧。16反正1点外，乔建中等人烦恼强发现，所以就家己先拍火，无通报消防队。透早4点，火阁倒起来，煞未收山，用12天才将火完全拍花。发现被告5人并设有盗伐森林主产物违法生活的犯行，被告等5人会一起支持所引发的森林火灾，造成之损失费用初步高达2亿多元。检方依照违反森林法对5人提起公诉，相当刑期是7年，加上乔建中等人犯后态度无好，已经请法官判重刑。NCC 是回应，已经对乔建中停职，听候司法调查。这一件事情在5月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桥砖调离原址了哈。一经地检署侦结起诉以后，我们会里面马上停止。这个森林火灾破坏森林面积达到79.7公顷，林务局是对5个人提出2亿2,859万的金额赔偿。经过调查显然不是用这个瓦斯炉具去煮食，它是砍伐树木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林务局表示，为了防止行为人脱产，法官已经裁定同意检考案，这原来创下台湾森林大火历史上上悬的赔偿纪录。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雪霸国家公园内面有一间全台湾海拔上界悬的土地公庙，不过今年5月玉山发生森林火灾了后，管理处也惊讲民众上山经过会去甲土地公伯拜拜，烧香点火，搁再造成火灾。今年7月就甲土地公伯请走啊，不过这款的做法也引起民众议论。景观的雪山是全台湾第2高峰，名列5角之一。其中雪山下面的翠池3520公尺悬，附近有一处台湾上悬的土地公庙，甲翠池后面黄金灵线并列做翠池的山景，是山友因共同的回忆。这座土地公庙是早年救国团的登山队所设置的，后来民国81年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成立，才开始来管制山林。不过因为爬山的民众定伫遮烧香拜拜，加上今年5月玉山大火，雪管处决定替土地公来搬厝。3级签的期间，那我们就跟东势林管处来协商，那把这座土地公，然后请下山，目前是安置在供奉在那个八千山森林优区的。土地公落山，伫山友界引发不少的讨论。有资深的登山的领队认为，国家公园本来就不是典型宗教信仰的所在，为了规划珍贵的森林，一起搬迁庙寺。没有必要在那个翠水那么高的地方设一个让人家可以祭拜的庙宇，因为一般人会去到那边就是想爬山而已嘛。所以这个有没有庙，对一个去那边的人，应该也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工作人员甲土地公庙移除了后，伫原来所在放着有病爱因为妨碍岩礁，记号意思依然存在。雪管处提醒，国家公园禁止起火，加设置制式设施，违者依照国家公园法处上悬大票3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名4号的上尉伫咧休困期间食酒醉，搁骂警察去以妨碍公务移送法办，落尾陆军决议要甲伊记2大过强制毒役，伊的福利全部拢收到回来，而且伊的老爸就是今年8月才拄上任的陆军副司令何靖。去撸那个打我的人呢？
啊，我们要理解状况啊。打我的人呢？你说谁打你？谁打你？大目镜4号10人日半暝啉烧酒起酒烧，伫高雄中立街甲中泰街口附近大声来叫骂，互民众报警。警方来到现场，无想到4号10人对着警察来大骂垃圾话。拿下！我跟你讲，我下一排给我逮捕。警方是该抓起来，从警察局除了依照妨害公务罪嫌以上法办以外，警方也提告公然侮辱罪嫌。李是陆军上尉军官，伊老爸是今年多上任的陆军中将副司令何正。陆军第8军团表示，4号10人在陆军增加564路任职。这阵上受训期间，经过遴评会紧急来处理，决议一摆技能大过，也可以无适合和现役的态度的决定。这已经达到违法一个程度嘛，而且身为干部不应该这样子嘛。那外界疑虑也是多虑的，因为我们对于官士兵没有身份背景的，你所有的违犯呢都是同一个标准来检讨惩处的。对着态度的处分，陆军表示4号10人无被信托，上近2礼拜内就是9月中就离营。李的老爸何正不担任陆军金防部的指挥官，今年8月才升任陆军副司令，预计明年2月届龄来退伍。正拄着后生败坏军律，大大影响国军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想要紧听我说分明，西方国家呼吁塔利班8月13过后，也是爱互人员来撤离。不过塔利班的态度是大真硬，强调讲这时间是袂搁再延长啊，而且也搁再警告美国，莫搁再煽动军阿富汗人。数千名希望撤离的阿富汗人继续伫喀布尔机场排队等待，和士兵查看旅行证件符合 SIV 特殊移民签证计划的人才能入去。塔利班日时要求美国遵守30日最后期限退出，也封锁通往机场的道路，无允准阿富汗人离境。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外国公民应继续去机场，不过阿富汗人应该回去，保证因未受到新政府保护，也警告美国唔通带走阿富汗所培养的艺术钢琴师等专业人士。کسان یا قراردادیان چې بهرنوي پر اړه لري هغه وباسي نور د افغانانو ایستلو موږ اجازه نه ورکوو د سره خوښ هم نه یو او له هغه نه یې خواته موږ دوی ته اجازه نه ورکوو په هیواد کې بیا به موږ جلا موقف نیسو ان شاء الله。美军甲联军加速行动日时，为喀布尔机场撤离创纪录16000人。过去10天，总共撤走将近6万人。7大工业国领袖日时召开阿富汗问题紧急视讯会议，宣应伫法定名单，拢想要说服拜登延长撤军期限。拜登依然坚持，只要塔利班无迫害正咧进行的作业甲机场进出，就会如期伫30日完成撤离。强调每一天的行动拢是为部队带来另外风险，不过也是准备应变方案。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中情局长伯恩斯前一天已经伫喀布尔甲塔利班创办人之一的巴拉达尔会面，参详撤离期限相关问题。G7联合声明也表示，对阿富汗人民的人道主义承诺，佮要求塔利班保证月底期限了后，撤离人员的安全，切断甲恐怖组织的关系，建立多元包容的政府。We have also received credible reports of serious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and human rights abuses taking place in many areas under effective Taliban control. They include, among others, summary executions of civilians and all the combat members of the Afghan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 of women, including the right to move around freely and girls' right to attend school. Recruitment of child soldiers and repression of peaceful protests. 前塔利班表示，依照以色列教义保障女权，不过喀布尔加入女性公告海报已经迫害平庸，有结束学校，开始收调女学生资料，保护因家家属。未来情形发展犹原无乐观。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以色列对昨开始，予30岁以上的民众会当搁再注第3档的 BNT 疫苗，要来对抗 Delta 变种病毒，提升因的防护力。BNT 也伫咧美国摕到全面批准的药准。标证啊，美国的公卫专家福奇也强调讲，若准想要甲疫情赶紧压落来，就要继续甲民众注疫苗。伫注射中心内底，即马出现的是搁较少年的30岁以上的族群，因拢是至少伫咧5个月进前注过第2档辉瑞 BNT 疫苗的人。伫政府扩大注疫苗的政策之下，来注追加的第3档，当局伫咧19就已经调降开放注射的年岁到40岁。I'm a teacher. I don't want to get sick
and I'm going to school next week. I want to be prepared. 以色列23新增加确诊的人数是9831个，从1月10日以来51天的新高。Delta 病毒伫增加，地区对家族疫苗正做对抗疫情的抢大之一。这个月初1开始，针对60岁以上的族群做第3档，而且会追踪甲收集资料。卫生部伫官方网站公布对家做第3档的研究结果，60岁以上的族群做第3档了后10天，比做2档的防护力增加4倍，伫重症甲转移方面的防护力是增加5倍至6倍。אנחנו רואים שהיעילות של החיסון יורדת אחרי 5-6 חודשים。另外一方面，伫辉瑞 BNT 摕到美国食药署 FDA 正式授权合法药证了后，按算会进一步提升注射率。美国感染病学权威扶持嘛，搁一届呼吁，若要量早结束疫情，扩大注疫苗是上紧的方法。Get vaccinated, and the time frame will be truncated dramatically. 莫德纳甲交生嘛有可能伫最近摕到 FDA 正式授权。另外，辉瑞 BNT 或者是莫德纳嘛有机会伫今年的秋冬摕到12岁以下儿童疫苗的紧急授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乌克兰日前有公开一组伫咧车诺比的核能燃料储存设施，目前正在测试，日后会专工用来放用过核能燃料，唔免搁再开钱请别国处理核废料啊。乌克兰的核能处理出现新的希望，伫车诺比一座集中式用过核子燃料储存设施，第摆伫媒体头前出来，未来会用来放使用过核燃料。Введенням цієї технології цього об'єкту звільняємось від залежності від інших держав по роботі з відпрацьованим ядерним паливом. Б. Ми залучаємо вітчизняних виробників і на проєктування, і на експлуатацію, і на будівництво вони були залучені. 这代表未来乌克兰免每一年开2亿美金，最后恐惊有17亿美金的费用，去委托俄罗斯运输甲处理用过的核子燃料。建设主要技术来自美国霍尔泰克国际能源公司。乌克兰已经向因买90座储存桶来放核燃料。 Передача технології буде проводитися, зараз вона стартує, і вона буде проводитися наступних 2-3 роки. Після цього ми будемо в змозі самі виробляти повністю всі обладнання додаткове, яке необхід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встановити нові контейнери сюди на Україну. Самі контейнери не потребують якогось обслуговування з боку Холтика. Це буде виконувати цю роботу наш персонал, який тут буде отримувати відповідну ліцензію. 我伫1986年发生严重核灾，车诺比如今正做放核燃料地点，特别有意义。目前设施还在测试阶段，未来启用了后，由乌克兰军队驻守，严格控管人员出入。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高雄桃园山谷的明北科路桥去互大水冲断去啊！经过17天的抢修，对今仔开始连续3天，逐天拢有2个时段会当通过。在小可天光啊，就一支车伫等。高雄的桃园区明北克路桥互冲派至超过2礼拜，公路单位才出现土石流的河道抢修变道，经过17天再去开放通车。去帮忙家人的农作物啊，对吧？赶快采一采。 然后赶快离开啊，比较方便了，要不然你还要绕台东太远了。昨天就睡不着了，因为很开心又出去拿药了，对。有人半暝4点就出发了，公路单位伫通车进行祭拜，祈求平安，也希望失去联络的桃园区代表谢义珍紧回来。即阵先开放3天的双向通行，每天7点到8点，顶到12点到1点2个时段，也提醒民众莫乱骑喇叭，以免时间人员临时土石流的警示声。送批的人也趁通车赶紧来送批。 在线行部分，没有办法说很笔直。那在这个重坡部分也没有办法像，在平地这么顺畅。这几天信都是因为路断掉之后，我们都留在邮局。对，然后现在路通了，我们就马上要上来清理。农民是甲时间伫比赛，抢修这山野，也有青菜这即阵大出的青菜水果要运落山。农民讲，以金峰的山野来讲，价是拢伤俗啊，卖相无好，敢若剩3-4成的量用采收，甲往年比较会了超过6成。他们农民。 最苦了。你可以再上去那个芒果园看看，一大堆在地下，地上都一大堆。差不多1个礼拜的话，可能就会烂掉了。而且最近刚好雨水很大嘛，所以这个芒果很容易损坏。没有路啊，也不能买农药啦、肥料那些都买不到了，而那个收成就很少，就一点点了。
也有农民反映，变道上换开放到下晡1点，想要找工人到3工来采收，因为时间伤短，互拒绝。不过为着安全，公路单位也是先开放2个时段，后续看这情况再过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搭车的时阵，若阵这救护车佫卡掉咧，病人是真危险。新北市交通局今年就咧淡水的地位使用智慧分段动态救护系统。若阵有救护车要经过青灯的时间，就会自动救长，对3过实行较大，已经减少救护车的等待时间啦。救护车救人，暗过尖峰时间常常卡在车顶袂顶袂当，甚至红灯通过路口，驾驶无变样，反倒倒来去互伊对撞。救人就是咧抢时间，救护队员表示上惊拄到拢是车延误送医时间。在执行救护或者救灾勤务的时候，最怕的部分就是遇到上下班尖峰的一个时段，纵然民众做优先的一个礼让的动作，但是可能也会造成前方或者是救护车有发生碰撞的一个危险。到达告警点以上的时候，就会变成是拥塞的状况，然后就会启动拥塞的一些相关告警。车流动态随时监控，为提悬救援速度，新北交通局全国首办智慧分段动态救护系统，为淡水竹围国小到马街病院设定测区，也感应到救护车通过，车顶后置不到60秒，就会自动驾驶带动车条，各互救护车快速通过优先通行。经过我们这样子从3月份那去做实测，那目前大概救护车在这个路廊。接近马偕医院这边减少的停等时间大概是10到24秒。交通局表示，淡北道路也无完全通行，淡水往马街病院只有台志医道路常常塞车，所以适时调整后置秒数，若惊是1秒之差，也希望因赶紧救援，未来也检视效益，评估是不是扩大地区实施。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鼓励民众生囝，市政府阁救援第3梯以上的补助，对本地2万块是增加到25000块。只要户口设伫咧双北市加家人10个月以上，伫今年9月初1过后出世的囡仔，拢会当来申请补助。另外，同志家长若收养伴侣的囝儿，也通领到生育的奖励金。为抢救少子化危机，台北市政府定限放零生育奖励金第3梯阁增加5000块，为原本的2万块提悬做25000，减轻饲3囡仔以上家庭负担。原本爱实习1年才会领到，即马减少做15个月。那只有一点点钱，那个生第3胎没有诱因，诱因很小啦。之前是申请不太方便，有点麻烦。对，我觉得放宽一些规定会比较好。对对。考虑到800支共同生活款，未来只要伫800支连续实习满10个月，伫今年9月初1了后出世的囡仔，就用申请生育奖励金。那主要是考量到，就是我们一般怀孕大概就是10个月为周期嘛，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把那个时间往下来修正成10个月。有部分的这个新生的妈妈她因为迁户口的关系，所以变成她没有办法领到这个2万块的生育奖励金，所以我们这次的修正也把这个在北基这个共同生活圈的设计时间有没有合并计算进去？2019年5月24日，台湾同性婚姻法制法正式上路，依照司法院释字第748号解释施行法，同志家长应透过继亲收养证书收养配偶的亲生子女，未来应请领生育奖励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的中山区有一间公立的幼儿园，去互家长指控讲内面的老师可能有处罚囡仔，而且行为失控。虽然幼儿园强调讲这是误会，不过家长对调查程序嘛真不满。教育局也讲，目前这个案件已经送到社会局去做最后的裁定啊。几名家长伫记者会控诉台北市一间公立幼儿园老师管教失当。突然对他说。我没事叫你把鞋子穿好，你为什么不穿好？然后呢，就用手把他拽过来，溜滑梯旁用异物去戳小朋友的屁股，甚至叫小朋友把这个异物脱掉之后，那以异物戳入小朋友的生殖器跟肛门。家长指控老师离谱的行为，嘛有人提出囡仔放了溜皮的相片，讲足侪届看到老师拍骂囡仔，而且第一时间向幼儿园反映，嘛无调查通报，要求看监视器，嘛互对方拒绝。幼儿园对这的指控无愿意加讲。
这个部分我们本来之前就是一直在做沟通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目前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们就是进入侦查中。家长这期事发了后，来问囡仔的调查委员问题无适当，地点搁选伫学校嘛，互囡仔惊吓。到庭开记者会，民间团体是要求未来应该会甲教保员纳入幼儿教育甲照顾法，管教失当就要受处罚。家长嘛通照性平法了解调查结果。台北市教育局是表示，这个案件已经送社会局来采取，嘛提供家长救济管道。记者陈阿文刘水台北报道。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因为疫情关系，今年改做是线顶直播来进行。米其林也宣布讲，对明年开始会增加台南和高雄的美食指南推荐。大火快炒一些功夫，好食菜就捧出来。台北美福饭店的美芳大菜，将台湾人记忆当中的菜加入新的创意，成做今年度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的一星得主。没有想到说会得到1星。这台菜来讲的话，说真的，它也没有什么大菜。那我只是说把传统记忆中阿嬷的味道。把它呈现给所有的客人，那我们更会鞭策自己，将最好的服务跟味道呈现给所有的客人。用台湾料理满足人客嘴，总铺师拼全力，而且用伫疫情期间得到米其林1星，对大家来讲是正大的肯定。因为这一年餐饮业是贵甲正辛苦。台菜其实就是一种分享的概念，可是现在只能以套餐的方式。在这段疫情期间，餐厅只能做外带。那虽然现在有开放，可是内用的人数相当受到限制。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疫情警戒能够解除。台北台中米其林指南今年因为疫情改做线顶直播，其中军品义工连续4年得到米其林3星的肯定。相差所有员工同心合力维持我们这个3星荣誉。在米其林指南当中，台北29间、台中31间星级餐厅入选，连比比登推介甲餐盘推荐餐厅，台北777间、台中29间入选。另外，外界关心米其林的评鉴城市是不是搁增加？官方宣布，伫2021年会可包含台南甲高雄2个都市，拓展台湾美食搁较多样化吸引力。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伫咧顶礼拜有查到渔船走私一批品种猫当讲着甲150只的猫全部安乐死啊！动保团体表示讲，因是会当理解政府是为着防疫，不过代志还未查清楚，进前就全部灭掉，认为政府会予这寡动物来白白牺牲。海巡人员穿防护衣行入船舱，看到真侪猫仔藏伫渔船走私。农政单位是烦恼猫仔可能来自小狗边的疫区，带来疫病风险。154只猫仔21下晡全部安乐死。动保团体是讲，有专业的人员会当为猫仔的品种、形态这外观看猫仔的来源。啊，不过快速消费，真个代志也无法度查清楚，恐惊互猫仔白白牺牲。政府一开始就把它扑杀掉了，其实其他问题通通都没有解决啊。那这样，我觉得。这些猫就算要牺牲，也是白白牺牲。对于整个制度的漏洞，我们就很难更深入的去解决。走私猫的品种，国内走私动物买卖管道，规个产业链现况，动保团体认为这个问题无找出来，无法度阻止后一届搁发生。搁呼吁民众，来做坚持购买高贵的狗仔猫仔，千万唔通变做非法生理人的共犯。没有这个市场，就没有这些走私跟买卖哈。那真的不得已。请务必要搞清楚，你购买的宠物是从哪里来，这样子。动保团体乐见政府修法来提高走私动物的法则，那是人道处理走私动物。动保团体唔是讲反对，啊，不过认为国内有够的检疫场所，会当暂时安置，伫得到相关资讯了后，再来处理较好。因若无立刻汰掉，相关的条件全部拢切断去。唔若讲爱猫的民众真伤心，也无一定保证会当防止后一届走私。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特别到有真侪人会送礼，不过民间的庇护工厂表示，今年路订单的速度有较慢，加在有企业来资本大批的，因也希望讲趁到这个年节会当增加一家业绩。有烘焙甲烘饼证照的身心障碍者，伫咧工厂无闲，替大粒月饼抹2折，就是希望把握国内疫情稳定了后的中秋订单。阮嘛有拄到，就是企业吼，因为伊
营业额降低，所以今年都无要搁甲阮基金会继续来采买这月饼的部分。阮目前的销售量吼，甲永年的同期比起来，达成率无20%尔。有庇护工厂特别和法国出名的动画小王子合作，希望在疫情期间替人客带来较侪温暖。也有月饼，所以这也有憋到的。已经在庇护工厂做7年的员工小姨，伊真用心替人客小盖月饼，礼盒也以爱甲希望出发，配合绘本家吉米的插图，也希望提升美气。我起码希望中秋节来的话，我需要很多地带。中秋节算是我们烘焙业的大档，以往都在我们的业绩的全年1/3。今年的中秋买气是比较慢，那我们大概是达到去年业绩的1半。已经带细汉儿、烘胖、烘饼20外档的基金会表示，疫情互因大量订单配送的成本加一寡考量。不过，因也希望庇护工厂的用心，会当互人客食得安心，也食得温暖。记者民警林小凯台北报道。新竹市最近有甲庇护工厂合作成立一个二手交换平台，民众处理若做有用袂到的物件，只要是无歹去，无论是册或者是生活用品，伫咧年底进前拢会当摕来到遮交换物件。透过交换，互资源会当继续循环再利用。大家厝内一定有用袂到的物件，这时阵留落来嘛毋是，单调佮感觉真拍算。新竹市环保局最近甲庇护工厂合作。鼓励民众在年底进前，把厝内罕得使用的物件摕出来，用交换的方式，让资源会使再利用。我觉得很好啊，就是鼓励大家做环保的那种精神啊。很多东西要惜物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如果能够让这个物资能够更充分被运用，然后延长它可能使用的寿命。环保局提醒，要摕来交换的物件，必须8成新以上。尤其电器用品，爱使正常使用，而且先做好清洁，安尼才会使互交换平台发挥上大的功能。鼓励民众把这个家里用不到的二手物资，但是它是8、9成新、功能完好的，就是可以希望透过不要浪费的这个部分，我们是把二手物资做一个传承的动作。透过二手交换平台，希望民众会使更加珍惜地球资源，减少垃圾，做伙保护环境。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9月初一就特别开学咯，台北市针对着还未注过疫苗老师，安排伫咧2、5、26这2天要来注预防针。针对着社团老师也无法度注的部分，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也讲，会搁再向中央来争取。后礼拜3就要开学，台北市2、5替教育人员注第2波的预防针。即摆注的除了第1波有注册煞无到场的人，也有新进代课甲实习老师。虽讲时间是真晚开学，不过有老师讲袂感觉真烦恼。就觉得有打至少会有那种保护力。我是觉得还好，就是自己防护措施做好就好。台北市这波注册有8500个人，不过中央敢若配5800人落来。蔡炳坤讲，中央的讲法是注册名单内底已经有人去1922预约啊，但是这也阁需要观察。即使他们有上网去1922去做预约，是不是有接种，我也还没有完全了解，所以必须要看今天接种的情况跟明天接种情况。但是社团老师的部分也阁无法度来做。蔡炳坤讲，会阁再向中央来争取。因为社团是比较。因为那个老师是流通的哈，所以可能需要再从学校这边做比较精准的去调查。如果说还有需要，我们在第3波的时候还会再造册来跟教育部争取。蔡炳坤讲，若是开学迄时阵，因为各种原因，也有老师无注疫苗，学校拢有准备充足的快筛试剂来应用。老师会使伫体检确认阴性了后，入去校园。记者郭宝君、郑派文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的，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3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